係你嘅就記得去攞啦。各位低收入人士請留意啦。財政局就話，今年第二季工作收入補貼將會喺7月1號至到8月1號接受申請。凡係年滿40歲嘅受僱人士，且於舊年年底前喺社會保障基金登錄為受僱嘅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，如果每月工作不少於152小時，或從事紡織、成衣及皮革產品製造出口業，每月工作不少於128小時，且季度工作收入少於澳門幣1.5萬元嘅人士，均可申請。嗱，各位低收入嘅市民朋友，如果你符合晒以上嘅條件，就好快啲去申請啦，因為始終都係特區政府嘅福利啊嘛。但係千祈唔好提供假資料博大霧，一旦查獲，除咗罰款之餘，仲可能會俾人起訴添。呢個紓急解困嘅新聞由 VCAT853嘅仔仔為市民報道。